曲，红曲是客家常见的食材，把它融入客家菜中，不但是健康养生，而且非常的开胃。在花莲，一位林真妹，她利用红曲研发了一系列的红曲餐，包括了红曲猪脚、红曲结肠、红曲香肠，不但是发挥了客家食材的特色，也让上门的老饕非常满足。今天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到花莲来品尝。吃饭时间，店内座无虚席，热情招呼客人的是老板娘林真妹。在花莲凤林开了客家餐厅，很多老饕上门捧场，全是为了她的红曲特色餐，尤其红曲猪脚，魅力更是无法挡。新鲜的温体猪肉搭配自己酿造的红曲调味，再配上独家的水果酱汁。真妹说，用红曲卤制猪脚，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吃到妈妈的味道。只是很多人不知道，红曲其实是客家人替代防腐剂的妙招。我们那时候住在乡下，没有冰箱，所以说妈妈就做了这个红曲。那我们那个买回来的肉啊，就丢进去腌制。那客人来了啊，或者是说，自己没菜的时候，就拿出来这样子吃。要卤出美味猪脚，过程中也别忘了帮猪脚翻面按摩，这样红曲的香气才能够融进猪脚里。在老公的支持下，真妹秀出一身好厨艺。那样红肉流落去啊，流个梅落去哈，伊要安尼唔会油，唔会适度清油安尼啊哈。这是猪脚好了。红曲的功能真的不小，让猪脚有油亮的色泽，但却不油不腻。70分钟，猪脚就能上桌喽。Q 弹的口感令人口齿留香，而除了猪脚，像是红曲香肠一样很受欢迎，因为味道浓郁又香醇。满桌的美味佳肴，很多都是用客家的养生食材红曲入菜，健康养生又开胃。而红曲全都是自己制作，不假他人之手，都自己做，都要自己做。我要弄给客人吃，就像客人回到娘家一样。红曲结肠也是招牌，穿烫、清洁、卤制都很花功夫，也因此让猪肠有弹性又不会咬不烂。看到你们吃的很高兴，我就很高兴。来，这套红曲餐帮真妹打响名号，而真妹的坚持也让大家都能品尝到客家红曲带来的绝妙飨宴。一瓮瓮的红曲惊艳了客庄的热情，挑动了饕客的味蕾。亲自酿造的心意，让 Q 弹的猪脚演绎魅力十足的感动时刻。